时候，想一想20-30年前跟现在比一比，诱惑的力量增长多少倍？这是账。没有智慧应付生活环境，怎么不堕落？怎么不被环境所转？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，居然还有受持、读诵、金刚般若的人，这个不简单，这是佛对我们的赞叹。末法时期有这些人，正法、相法、受持、读诵、为人演说的一定很多很多，大有其人可知。所以过去是众生业障轻，福报大，原因就是受持的人多，读诵的人多，演说的人多。我们要想改良社会风气，要想化斗争坚固，提升到解脱坚固、禅定坚固、多闻坚固，没有别的方法，唯有自己认真努力依教奉行，认真努力的宣传佛教，使这个社会、这个地区读经闻法的人愈来愈多，这个社会的风气自自然然就转变了。佛在此的特举末法时期，这是教导我们不可以轻视众生。末法时期也有善根福德很深厚的一类